治療師梁姑娘，今日我哋嚟講一個對我哋理解 SEN 特別重要嘅概念——神經多樣性。可能好多朋友之前都聽過特殊教育 SEN， 但係神經多樣性呢個角度可以幫助我哋了解小朋友嘅特質。首先講下神經多樣性嘅理論同埋歷史。其實呢個概念最早喺1998年由澳洲社會學家Judy Singer 提出嚟嘅，佢將神經多樣性比作生物多樣性，就好似大自然有唔同嘅植物同埋動物一樣，人腦天生有唔同嘅運作方法，亦都冇正常或者唔正常之分。後嚟美國記者喺2000年嘅時候進一步推廣呢個理念，仲提出兩個詞彙：神經典型 （neurotypical） 簡稱 NT。係指大腦運作符合社會普遍認知嘅人群，同埋神經多元 （neurodivergent） 簡稱 ND， 包括我哋認識嘅 SEN 特質。而神經多元嘅小朋友平時會面對啲咩挑戰？比如自閉症嘅小朋友可能對環境轉變特別敏感， ADHD 嘅小朋友就難以集中精神，而讀寫障礙嘅小朋友認知就好似世界末日。呢一啲被社會當成係問題，亦都會讓我哋誤會佢哋唔聽話、蠢，家長就好容易陷入點樣令小朋友變正常啦？對比起傳統 back to normal 回歸正常嘅復康概念，往往就將孩子嘅特質變成缺陷，目標係令佢哋盡量符合 NT 嘅標準，例如強迫自閉症嘅小朋友望住人，同埋 ADHD 嘅小朋友長時間靜坐。但係神經多樣性嘅角度更加強調接納大腦自然嘅差異。我哋要做嘅唔係要糾正，而係幫佢哋揾到適合佢哋嘅學習方法同埋生活環境，等佢哋可以有所發揮。比如自閉症嘅小朋友對細節特別敏感，適合從事需要精準嘅工作。ADHD 嘅小朋友創造力強，精力充沛，更加適合更靈活嘅學習節奏。其實每個神經多元嘅小朋友都有佢哋獨特嘅閃光點，我哋換個角度就會發現佢哋唔係需要被修復，而係帶住獨特天賦嘅個體。與其逼住小朋友變正常，不如多啲觀察佢哋嘅優勢，俾足夠嘅支持同埋接納。想了解更多點樣幫助小朋友嘅方法，就要留意我哋啦。我係言語治療師梁姑娘。